听强公公说，皇后已静候多时了。皇上，臣妾等您多久都是应该的。皇后等了那么久，有事吗？今天晚上，我思前想后，还是有件事情想要跟您说。那天在福源寺，除了杨言，我还见了别人。是吗？还见了谁？杨玉。您都不知道，杨言和张玲玲实在太不懂事儿了，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要闹离婚。杨将军害怕了，怕我知道了，以为杨家欺负我妹妹，特地从圣都跑回来调解。喝茶。我知道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见了九王。九王爷子，他也是请你去开解杨言和张玲玲的。不，他是来开解我的。实不相瞒，这段时间我因为您，心里满是伤心和委屈。你伤心？九王殿下说，现在帝后和谐不过是个假象，不过是皇上为了稳住江家做出的样子罢了。他还说，如果皇上对我是真心的，怎么会把江氏留在身边呢？当然，我不是想让您把他赶走的意思，您千万别误会啊。那你是何意？我觉得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，只有爱和不爱，没有可怜不可怜。您说您可怜他，但我觉得您对他的可怜，就是对我和江妹妹的不尊重。你要是真的喜欢他，就别让人家名不正言不顺，干脆给人家一个名分。看来，你对朕的做法很不满。也不是不满，只是有点小伤心。朕想问你，如果江氏不存在，我们之间是否还会有那么多嫌隙？不会了吧？谁不想让皇上一心一意地爱着你？也许是鹏鹏奢望的太多了。张鹏，明知道你每次说的都是假话，可是朕却都强忍着怒气。这次朕不想再听了，你走吧。去见九王，去开解杨言和张玲玲，拿朕当傻子吗？你们几个，谁进去看看皇上？这个月俸禄我给谁加10倍。你去，你别跑啊！皇上都喝成这样的，酒就别送了吧。皇上吩咐，酒要每个时辰送一次，耽搁了是要杀头的。你们不要小命的话，你就进去吧。我总是忍你，
千秋，你和我就是不忍心动你一根汗毛。我忍够了，够了！我忍够了！我不想再忍了。娘娘，你应该休息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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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开！不能，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朕的皇宫，朕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朕今天就要杀了你！皇上，皇上，你饶了娘娘吧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皇娘娘快走啊！滚开！你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就饶了皇娘娘吧！我们一起杀！起杀！有啥冲我来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们两个出去！娘娘，出去！齐胜，你喝多了吧？朕没有喝多，朕清醒着的。今天你跟朕说的那些话，朕心里一清二楚。皇上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要是觉得哪儿有问题，我再跟您解释解释。那朕问你，为何你会在福源寺同时遇见九王和杨玉？他们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福源寺？你和他们又是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再辩了，朕是在揭穿你，不是想再听你说话。齐胜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欺负我打不过你，有能耐把剑放下。你是朕的皇后，你是朕的结发之妻，朕对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名正言顺的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